今日我同弟弟一齊去郊野公園遊玩，呢度遠離市區，遊人好少，空氣都好清新。公園裏有一條小河，河邊有綠油油嘅草地，草地旁邊嘅大樹又多又密。睇完風景之後，我哋喺草地上玩耍、踢球，玩得非常快樂。玩到攰啦，我哋就坐喺草地上休息，同埋吃東西。媽媽準備嘅水果同餅乾真係好好食啊！望住眼前美麗嘅風景，弟弟笑住咁話：呢度真係一個好地方，真係好開心啊！一，我和誰到郊野公園玩耍？A. 爸爸 B. 哥哥 C. 妹妹 D. 弟弟。二，小河旁邊有什麼景物？A. 花 B. 大樹 C. 池塘 D. 小鳥。三，我們沒有在草地上做什麼？A. 打球 B. 踢球 C. 休息 D. 玩耍。四，媽媽準備了什麼食物？A. 三文治和水果 B. 水果和餅乾 C. 餅乾和牛奶 D. 水果和薯條。五，弟弟看風景時說了什麼？A. 這裏真吵 B. 這裏真是個好地方 C. 這裏很冷 D. 這裏不好玩。六，以下哪項是弟弟今天的感受？A. 開心 B. 傷心 C. 累 D. 辛苦。